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奶茶西多士，我係林木。英國政府內政部啱啱喺當地時間20號公布最新嘅移民政策諮詢文件。香港人最關心嘅英國國民海外簽證 BNO Visa 計劃，文件已經先行確定會維持5+1嘅安排，即係簽證持有人喺英國居住滿5年可以獲得永久居留權，再居住多1年就可以登記成為英國公民。不過，諮詢文件同時列出要符合申請永居嘅基本要求：一係冇犯罪記錄；二英語水平要達到 B2；三有繳交入息稅。首先第一點，冇犯罪記錄，意思係申請人冇孭住任何訴訟程序，冇欠 NHS 嘅債務、稅款或者其他政府嘅債務。相信一般英國嘅香港人應該冇問題。目前 BNO 申請定居嘅人士嘅語言要求就係 B1 水平。申請人必須證明佢哋亦都通過 Live in the UK 嘅測驗。咁意味着英國政府將會提高嘅要求，由英語嘅水平 B1，相當於英國中等教育普通證書嘅水平，提高到 B2，相等於英國普通教育高級程度證書，亦都係我哋熟悉嘅 A level。至於第三項，繳交入息稅，意思係指申請人喺過往3至5年嘅年收要達到英鎊12,750蚊以上，即係符合薪俸稅同國民保險 NIC 嘅繳納門檻。申請人如果有其他種類嘅收入同樣適用。至於呢項要求最終到底係講緊過往3年、4年定5年，就需要經過諮詢之後先得到個結論。可能係咁，所以呢份文件叫做諮詢文件。雖然呢一份係諮詢文件，但據多方面嘅報道冇犯罪記錄同埋英語水平要達到 B2呢兩個要求，其實已經確定咗，將會喺12個禮拜內執行。至於繳交入息稅，好明顯反映出工黨係有針對性嘅，試圖將英語水平較低或者冇交入息稅能力嘅香港人摟走。如果係一個退休人士，就算佢嘅英文程度可以去到 B2，亦都能夠 pass Live in the UK 嗰個測驗，但係由於佢冇辦法做到繳交入息稅呢個要求，咁係咪即係 BNO 有等於冇呢？對於而家喺英國已經住咗5年嘅香港人，第一個挑戰就係下年嘅考試 B2 英語水平同埋呢個 Live in the UK 嘅測驗，同埋點樣可以證明你繳交嘅入息稅達到佢哋嘅要求。林木好多朋友同埋舊同事已經移居咗英國3年或者以上，有一部分人其實已經係退咗休，喺呢幾年佢哋喺英國都係過住退休嘅生活。而家英國政府要求大家證明有繳交入息稅，咁係咪即係要移居嘅香港人每個人都要揾嘢做？至於其他種類收入究竟又係乜嘢？可能依家喺英國嘅 BNO 人士要去 check， 同時應該向英國政府反映呢個問題，希望喺諮詢期內將呢個政策有所修改。好啦，今集講咗咁多先。如果有進一步 BNO 嘅消息，我會喺呢度盡快向大家報道。如果喜歡呢段片嘅朋友，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like。下次見。